哇！鬼死想打佢，做咩你？認真。我即刻冷靜啲啊！藍色7號3分。藍色7號3分。應該唔係3分，不過就係2個3分。所以我都唔知邊個打邊個，邊個打邊個。嗰個拋手，有個拋啦，飛10分鐘。你球牌講得好似你喎。咩啊？有反過來。好難㗎。好大開呢個位啊！30幾比9咯。排排逼啊！每日死啊！排排逼啊！我記得會睇。有到最後幾十秒先叫佢。係咪心諗你玩啊？規矩啊嘛。就因為第一次40秒叫我，所以第二次。如果第二次1分鐘叫你就覺得唔好啊。我出面啦！我出面啦！喂 ，Samson，係做咩啊？張 check 我唔係俾雕塑，因為唔喺我度，因為雕塑話張 check 係寫咗佢名嘛，但係佢又冇銀行戶口入㗎嘛。我再問清，我唔喺我度。好啊，我問下，我問一問先。嗯，好啊，拜拜。
拉筋啦。哦，1分鐘，1分鐘。就係1分鐘。都唔係啊。你嘅。放手好大力。去晒，波完你去晒，你一個。30秒，你一個。最後30秒。3秒啫，3秒，好耐，3秒。用晒嘅。10秒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